大家好，歡迎收睇的士牌市場資訊，我係 Eva。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會定期同大家分享有關的士牌買賣嘅最新市場資訊。未訂閱我哋頻道嘅朋友，記得訂閱，多謝支持。今日同大家睇一睇最新嘅的士按揭資訊，了解一下如果現時購買一個新界的士牌，連一架全新混能的士，到底首期係幾多，月供幾多錢，收租回報又係幾多？我哋睇一睇以下呢個例子，我哋假設經買賣雙方議價之後，新界的士嘅成交牌價係145萬，而一架全新混能新界的士嘅車價係42萬全包，包噴油、首年全保保險同埋包首年牌費，即係一架已經可以即時開工嘅的士。咁佢嘅成交價就係145萬加42萬，即係187萬。我哋再以現時銀行提供嘅按揭貸款計劃嚟做計算，以全新新界混能的士為例，銀行按揭貸款金額最高大約可以借到120萬，計翻嘅話大約係成交價嘅60%。咁以首期嚟講，以呢個例子嚟計算，就大約只需要67萬。至於呢個按揭例子咧，係做緊 P 案，個按揭利率咧係 P 減0.75，而今日2025年11月24號，銀行嘅最優惠利率 P 咧係5.25厘，個按揭利率咧就即係4.5厘。按揭年期最高可以做到25年300期，經過計算之後，月供就大約係6670蚊。如果車主係將架車交俾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管理嘅話，我哋提供全新新界混能的士嘅每月託管，保證租金係17000蚊，當中已經包晒所有日常基本維修保養，即係包括換車胎、換偈油、換擋風玻璃等等。我哋最後再同大家計埋個租金年回報，以成個資產價值187萬嚟計，佢個租金年回報超過10.9厘。當然呢個回報率係未扣除成本開支，我哋就嘗試扣除埋最貴嘅保險費用成本支出，佢嘅租金年回報率都超過7厘，情況都算理想。最後都要補充一句，要提提大家，記住的士牌價同埋銀行按揭利率每日都有機會唔同。我哋提供以上呢個例子，都盡量反映翻最新嘅資訊。如果當你打算想購買的士牌嘅時候，歡迎下載我哋嘅 App HKTEX 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了解翻最新嘅的士牌參考牌價同埋銀行嘅按揭利率資訊。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我哋下集見。